苦路14站，第5站，古利奈人西門背起耶穌的十字架。西門幫助耶穌背十字架嘅呢個故事，雖然睇嚟只係一個簡短嘅插曲，但係卻蘊含住深刻嘅意義。古利奈人西門本來只係一個從鄉下嚟到耶路撒冷過逾越節嘅普通人，佢並冇諗到自己會俾羅馬兵丁強迫背負耶穌嘅十字架。然而呢個突如其來嘅遭遇，讓佢成為咗與耶穌同行、分擔佢苦難嘅其中一個人。好明顯，西門並唔係自願嚟幫助耶穌，而係被逼嘅。有時候我哋嘅人生亦都會遇到突如其來嘅重擔，讓我哋感到不情願，甚至覺得呢啲都係無妄之災。但係我哋有冇諗過，呢啲也許係神邀請我哋與佢同行嘅方式呢？我哋會唔會願意接受生活嘅嗰啲突如其來嘅十字架，並且將佢視為與基督同行嘅機會呢？西門原本可能覺得呢一個係沉重嘅負擔，但係呢件事嘅發生卻成為佢生命中最特別嘅時刻。佢親身感受到耶穌嘅痛苦，亦都同耶穌有最直接嘅接觸，而也許呢個經歷會改變佢嘅一生。我哋會唔會願意喺幫助其他人承擔責任嘅過程裏面，發現基督嘅同在，並且鼓勵自己認真地去跟隨主基督，效法佢捨己嘅愛？其實耶穌並唔需要西門嚟幫助佢，但係耶穌卻允許西門參與佢嘅受苦之路。呢一站讓我哋睇見基督徒嘅其中一個呼召，就係要去幫助其他人背負生命嘅十字架。我哋願唔願意喺家人、朋友甚至陌生人嘅生命中，成為嗰個願意伸出援手，陪伴佢哋走過艱難時刻嘅人呢？